你入嚟啊！我哋呢度係當自己屋企一樣得㗎啦。喂，係，你同佢咩關係啊？我識佢啊，好幾多年啊？有5、6年咯。有啊，嚇5、6年前啦，我哋拍過一間公司就佢拍冧嘅。一個命硬嘅人，我諗你都有啲份㗎啦。我同佢拍咗3個，兩個定3個？兩個嘅電影，所以就識咗啦。係啊。咁跟住入到嚟 TVB 咁，大家撞翻面咁就一見如故啊！啊，唔係，舊地重遊，唔係，他鄉遇故知啊！係啊，哇！都唔係新仇舊恨一齊戲。咁你喺友台咧嚟一線㗎啦，睇你都係套到一線嘅，即係可能即係揾演員嗰陣時都係關詠荷啦，第2套開關詠荷啦，揾唔到啦，咁過到嚟咧，哇過到嚟你對幾多高手啊？你睇下有。唔係啊，佢係我個前輩嚟㗎。即係可能你喺友台一線，一過到嚟可能喺2線嗰度再嚟捱翻起喎。咁你都夠膽過嚟？過嚟踩場啊！係啊。嗰時唔係咁樣睇嘅，都冇嗰陣時都唔覺得話咩一唔一線，即係我覺得學嘢啫嘛。咁同埋就係話，我覺得呢邊電視台大啲啦。咁其實中間都仲有好多過程嘅，即係同友台簽咗2年約啦。咁其實跟住我過咗第1年到啦，第2年已經有間台灣公司同香港嘅合作公司，咁啊揾我簽經理人嘅。咁嗰陣時已經又簽咗俾佢。咁但係到我喺友台2年完咗之後咧，咁應該第3年就過新公司嘅。咁但係咧第2年尾咧就嗰間經理公司又過身啦！我頭先咧又過新公司㗎嘛。咁第2年嗰間公司又過咗身啦。咁又過咗身啦。咁咧咁我就唯有就即係會留低喺友台，其實留低咗喺友台3年。咁第3年咧就 freelance。咁第3年就有出去，咁就識咗小紅，咁出去拍其他嘢。咁跟住咧就第3年差唔多完嗰陣時咧，就有人介紹我，喂又有間香港嘅公司，因為有一組人即係又有財力啊，有才華，同埋又想冧咯喎。咁就幾好喎又，咁啊即係又簽咯，咁啊又簽經理人約，一簽咗經理人約之後咧，又冧咗，唔係冧咗，其實佢係拆咗火啊。咁變咗咧，即係都係唔好下場啦，都係。即係個唔好嘅下場咯。你諗下，即係我中間係空咗半年咧係即係你係乜嘢都冇嘢做，咁你唔知自己究竟我個路向應該係點咧，咁啊嘥晒啲時間。咁嗰半年裏邊咧就減肥啦，咁同埋咁啊剪短晒啲頭髮啦，咁啊即係自己轉過另一個碌。咁跟住咧就咁就嗰間經紀公司咧就幫我聯繫咗 TVB。咁我都覺得啱嘅，咁你都要一個 artist，你半年唔曝光，咁你都要揾一個地方去曝光。咁我覺得都啱啦。如果揀電視台嘅話，我會揀翻一間大嘅電視台咯。過到嚟咧都又覺得有好多唔同，譬如呢邊話大公司咧，咁同埋真係其實演員係多啊，咁你對手多咧，咁你就火花又會多啲。咁同埋你唔使話拍完一個劇都係呢班人，拍完第2個劇、第3個劇都係嗰班人，咁你就覺得冇乜火花。有啲競爭又多咗啫，你人多咗。咁啊係，但係我入到嚟之後咧，我發覺就係話其實啱啱喺我嗰年，可能都好彩就係話都有一個時期就係話青黃不接嘅時期，即係其實可能有個位俾你上。即係你會覺得機會係多咗咯。咁其實當然自信心你自己都要有咯。咁最緊要就係有時間有機會俾你去做就得㗎啦咁。